同好一上人出去旅行。不过较少有机会做会当贴配落去安排啦，就会等于从成八地步啊，比如讲一上人去书店看书，一上人去看天样，一上人浪街，甚至一上人对捷运站行政副卡，哦，按你心情不用按都旅行。以前去行政副卡就旅行到了，不是大摆出去嘅时间啊，同事假是下班咧就讲啊难得哦吼，来到外国，你佢可能去食饭啊，就讲我冇爱。然后一上年出去食饭，假係一上年嘅旅行。假裝是咁，不過假是真經做在家庭咧，做些機會，蠻愛行下聊聊。哦，我們真的就是一個很節儉的那個族群，我不敢講啦，哈。偏向自家咩客家人嘅精神。種白腔嘅部分，我唔敢 copy。韓國嘅設計咩要啲台灣愛用環島一圈，係咪喺設計上面？唔過我喺行長山喺東簡單，就會我都會聽好呀，帶嘅素材啊。唔過建議我去那邊都會看嘅 Google 評論。落去嘅，又係看建議嘅心情，係建議心情，我現在就現在，嗰種係喺山喺度隨性旅遊派的，上到馬街就去做馬街，就說走就走嗰種感覺。飯店衰冇幾年嚟，就幾年嚟。你有可能哦，我今日早晨可能我要變太水，哎呦，中秋啲飯店地邊水，吹冷氣，吹冷氣，跟頭殼水都好啊。我上半年就2023上半年，我就去6擺出國，有那6擺呢，3擺跟日本，好，還有馬來西亞，還有韓國，還有菲律賓。你係講早夫上班係，有時候在當地就出國啦。韓國來做機動力會嘅幾個設計出軌嘅那個拍照視角，拍影嘅視角，講我唔係用嚟設計 P P 嘅，我歡迎訂購腳架，有冇？訂購腳架。好啦，我13年，我當希望13年去旅行，因為我做唔是去配合別人嘅時間，有上次人做得去，你又冇辦法去，跟我時間當然巧咩？我設計次數性都當高啊，我咩唔是講唔喜歡呀，我唔喜歡去，我唔喜歡去，跟住沒有一個共同嘅喜歡嘅地方，還有那個我唔想開我嘅地盤啊。因為我地盤就講，然後你出去，你好像行軍之旅哦，因為我像嗰啲周邊咧，係像周邊樣嘅。因為然後我出去，我去飯店，我6點7點做烘床，烘床還是出去了哦，了，幾多點鐘11點11點鐘做嚟轉到飯店來休息。根本就唔是聽飯店啦，所以公園就好啦。對啊，所以公園啊，去搭搭冇辦法生意唔成神，我喺度轉飯店成神。跟你就聽嘅 hostel 就好呀，乜嘢人都 hostel。強勉離哦，我以為你要解釋。然後老太家講，去歐洲旅行啊，本人唱係非常正常嘅事情。我本人唱真奇怪。我以為唱有比一。古早呢，去歐洲啊，我大班唱嘅無情嘅學生誒，我看到就無唱嘅唱人愛嘅樣誒，我嗰種時我喺對個英國遊學嘅時節啦，我去意大利去了，一個去了硬坐嘅地鐵啊，搬隻凍糕嘅細妹，接無嘅白順風，嗰種我幹嘛要咁硬喏？我就嗰向我去下茶嘅時節，當發現我嘅錢包唔見咗咧。哦，每隻歐洲都係魔術師誒。魔術，係咯，我嘅錢包仲拿走誒。有一擺去馬來西亞嘅沙巴，因為就可能失聽到2歲咧，該片東困難程度偏少，所以我真經付唔出咧，我拄唔掉，係拄唔掉咧，我就看到有一個地方就係東昌清真寺吧，就都個衝啊，都個禮拜啦，然後有動到順風有水狗，有動到肥狗兔，啊，都個鵝鳥，跟係真經。上個鵝鳥咧，我掉出來咧，我就留記到鄉下啲個清真寺順風嘅水狗鵝鳥，記到就勁困難，因為係冇信阿啦，叫我信阿，真係講唔得，冇考慮過。所以，我嗰陣時太好嘅時間冇乜嘅錢，不過我真係當上去歐洲搞，嗰時候呢，我就勁算用5萬塊去歐洲20年。係冇台灣錢，5萬塊還要加嘅機票嘅錢咯。跟你用翻一個，等下你啲下唔係就是睡飯店，唔係睡旅順，真係睡到嘅別行嘅係咪？唔係，睇下嚟算一下，嘅機票錢1萬塊添，唔過我賺300。
韓戰到嘅但懂得人嘅我不會叫佢打仗，那有啲地圖嚟準備係懂得人唔夠懂便宜。韓國人因為帶咩係要用多多錢，古時候呢就去搶嘅碰燈客。係，唔過佢啲條件就係應該注意不卡國家嘅料理，同大家來分享。他就會看，我就帶佢嘅泡麵。跟你煮嘿，佢擺喺上年去旅行，愛從無錫嘅茶站去上海。我今日就讀到一個印尼人，印尼朋友。跟印尼嘅朋友，其實上我。用嘅印尼朋友。要產領導出印尼。因為英國嘅老嘅歐洲迄個國家當權，故說你對英國來，你做啲炒火茶啊，還係炒嘅飛揚機，就做得多誒。嘅台幣唔是5000的元，你就做得去到歐洲迄個國家，還有嘅語言就講英文就做得通誒，就是就當好了，5000的元就。做得比東道國家，佢係有錢去帶英國，漳州的有錢。還有英國是講到重點，因為先去英國，唔過佢拄好先去到英國咧，漳有機會哦，我去法國，去意大利本人搶，係冇？唔過人係有講啊，咩不見得講哦，出去嘅時間，聽說去東演嘅素材，其實有上時咧，去人個卡夫圈嘅烘嘅度啊，行了，另一真是有當到嘅人嘅東西，會出去腦杯，一上人去，一上人去解決問題，一上人去看到問題，一上人去感受到讀到問題，就動站到啦。故說我當推薦一上人去。你冇卡夫圈嘅烘嘅。係啊，因為家是真是有當到時間，唔同爸爸媽媽強下出去，唔講唔見得會同嘅調解用講法，有可能大擺看佢哦，看到北嗰邊咧，唔講盲塞同佢講一句話，我根本不用自家去嘅時間，唔聽錯愛去一上人去面對，韓國一上人佢會讀到豔遇啊，錯嘛，冇係同你家去，冇安尼經驗呢，跟住就聽唔出人去咧，我係咪帶輿論強下去？誒，睇自家應該就會先看咧。你阿媽嘅意思，你講清楚。冇啦，輿論上都較高看唔到啦。係啦。嘅阿偉，即家有推薦配上我去一上去旅遊。係啊，人知道一上旅行同重要嘅就係即家做啲嘅動到問題。因為唔係冇法度意思配上嘅，就你一上人聽，故說你即家冇留去。老問題解決，就係你自己的事情。那有可能係一上年嘅時間，你就是問題製造啊？沒有可能 ，trouble maker，冇錯 ，trouble maker，我幫你解決的。係啊，就係反正還有動到事情，像你做的認識上分人，該上分人做的天數年啊，係啊，所以該做一上旅行係都有成就感嘅。成就感。唔講係一下你隨天去嘅位數呢，係馬丘比丘嘅，係我自家東上去，因為嘅動作，我哋生意唔是細神。又唔是細神，唔是細神係通標。馬丘妹下都係萬嘅夢想，係上係生意唔是細神。因為細神真嘅多麻煩，出去了細神還較麻煩。哦，做得有按照光明正大，唔是細神。分散估摸啊！我都會分上地圖會分啊，我不會唔是啊，就青菜就好了。今日地圖咩唔是分嘅啦？佢就冇講出來，因為秘密嚟嘅。故說，唔過佢要動到3個月啦，故說一下要開始先練好體力，當然去鐵山張準，夏天嘅時陣嚟去馬丘比丘按。鐵山然後唔細神，按有冇？韓國當歐洲，係啊，啲台灣天使懂是他們啊，啲台灣會細神啊，鐵山過後會細神，唔過去到最後上年紀啦，冇錯。你當個練先啊，談到馬丘比丘地方冇好學鳥用咧，哦，係啊，你去嘅以後冇好學鳥。所以你就會同你唱告一下。要帶我嘅行李箱都嚟留意下。有獎海上公，要把大家